治療撕裂半月板之歷史演變和現在非手術的新方法。半月板是大腿股骨和小腿脛骨之間的纖維軟墊，分為外側半月板和內側半月板兩塊。每塊半月板都有3層血流區，外區多血，中區少血，內區無血，如圖所示。半月板擁有防震作用，避免軟骨碰撞軟骨。當膝關節過度負重旋轉，容易引發半月板撕裂。已經撕裂的半月板在負重時難以自然癒合。全切除半月板於1978年前，撕裂的半月板採用全切除手術，首先在關節前方切開一個5厘米的孔，露出關節及半月板，並可用半月板刀把整塊撕裂半月板切除，如圖所示，加速軟骨磨損及關節不穩，導致骨性關節炎。半切除半月板於1978年後，撕裂的半月板採用內視鏡部分切除，並夾走半月板受損的部分，也會導致軟骨磨損，慢慢引發骨性關節炎。除非撕裂導致水桶型撕裂半月板而引發持續關節鎖死，否則全切除或半切除手術都不需要。因全切除或半切除會引發骨性關節炎，所以在2000年後開始嘗試採用針線把撕裂半月板縫補合手術，因技術困難及勒死血管和負重，其效果同樣不好。現今及將來可採用非手術限位室護具 K39D 或 F， 此產品可避免負重、過度伸屈及旋轉，讓撕裂的半月板可靜止休養，慢慢癒合。縱使不能癒合，因失去半月板便沒有防震功能，容易產生骨性關節炎，例如一雙穿孔爛鞋比赤腳走路好。總結：免負重膝矯形器是最佳的選擇，治療撕裂的半月板。有興趣者請親臨到本公司試戴。